果你係屬於 M 底嘅同學，而你又想突破英文極限，想同你隆重介紹一個天堂 Miss Janet English， 夠長、夠惡、夠漢子，專治 M 底嘅同學。每星期大量功課操練，包你冇時間偷懶。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啊？副 cap 背到天昏地暗，每期一開波就要背24 set 思路嚟，接近100個生字，真係人都癲啊！指定限時寫作操練，70分鐘內要寫4版嘅作文。定期每星期地獄操練班 ，A level、CE、DSE 都不在話下，仲有額外嘅閱讀同埋聆聽練習，可謂就係難度無上限。皇上要求極度專注，如果答唔出問題，可能會俾人打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保呢一度讓我養成咗準時嘅習慣。如果一旦遲到，就會被課堂問題轟炸，保證答到唔想答為止。但講到我哋同學仔最時慳嘅呢點，就係 Miss Janet 天尺嘅老鐵辛苦啦，家下仲有免費試堂啦，所以快啲過嚟啦，絕對係